香藥相爭，玉豆蔻，藥理與美味的千年邂逅。喺呢堆香氣撲鼻嘅舶來貨裏面，有一種特別嘅種子，佢就係玉豆蔻。佢嘅老家係遠在南海之外嘅香料群島。點解叫佢做玉豆蔻呢？宋代嘅《本草圖經》講得好清楚，玉豆蔻花實皆似豆蔻而冇核，故名，即係話佢嘅花同果實好似另一種豆蔻，但裏面冇核，所以就叫玉豆蔻。其實玉豆蔻最遲喺唐朝就已經傳入中國。世界上第一部由國家頒布嘅藥典，唐代嘅《新修本草》裏面就已經記載咗玉豆蔻，話佢能溫中治冷心腹脹痛。唐宋元明，海上絲綢之路越發興旺，好似玉豆蔻、丁香呢啲南洋珍貴香料，就係通過廣州、泉州呢啲大港口，一船船運到中原。佢唔單止係藥，更係奢侈嘅貿易品。因為來之不易，玉豆蔻喺古代價值不菲，只有宮廷同頂級嘅富貴人家先有機會用到呢種來自遠方嘅香藥，用以調味、入藥或者製成高雅嘅香品。直到明朝，藥學巨擘李時珍喺佢嘅《本草綱目》裏面，為玉豆蔻做咗一個權威嘅總結：辛、溫，溫中、消食、止泄痢。從此，呢味漂洋過海而來嘅香料，就正式喺中醫藥嘅宏偉殿堂裏面，擁有咗自己穩固嘅一席。除咗入藥，玉豆蔻獨特嘅香氣，亦深受文人雅士喜愛。佢會被研磨成粉，同沉香、檀香等合香，喺靜坐、讀書、撫琴時焚燒，一縷幽香，提神醒腦，清心養性。到了明清，玉豆蔻喺飲食中嘅應用更加廣泛，好似清代美食家袁枚喺《隨園食單》裏面就多次提到，燉肉製鹵時加入少少玉豆蔻，可以去騷增香，令食物嘅風味更有層次。講開又講，玉豆蔻呢個果實裏面，其實藏住兩味寶，裏面深褐色嘅種仁，就係我哋常講嘅玉豆蔻，而包裹住佢嘅呢層紅色網狀外衣，曬乾之後，就係另一味同樣名貴嘅香料——玉豆蔻衣，或者叫玉果花，香氣更加清雅。從一艘艘遠洋帆船，到一行行古籍記載，從帝王嘅香案到百姓嘅廚房，玉豆蔻呢味異域香藥喺中國走過千年，早已成為我哋文化同生活記憶嘅一部分。而家就等我哋一齊更深入咁了解佢嘅全部。新修本草選段，唐蘇敬等鳳戚編撰。玉豆蔻味辛溫無毒，主鬼氣，溫中治冷心腹脹痛。呢段記載好重要，佢唔單止證明最遲喺唐朝，玉豆蔻已經通過貿易傳入中原，更重要嘅係佢被權威嘅官方機構確認咗藥性同功效，從此進入咗主流嘅醫藥視野。本草綱目選段，明李時珍。玉豆蔻辛溫澀無毒，溫中消食止泄痢。由唐本草嘅首次官方記載到本草綱目嘅系統總結，玉豆蔻呢味異域香藥經歷咗數百年嘅臨床應用同理論提升，終於喺中醫藥嘅寶庫中奠定咗佢作為一味重要溫澀止瀉藥嘅穩固地位。呢啲白紙黑字嘅典籍，就係佢融入我哋文化最深層、最有力嘅證明。講到用玉豆蔻整藥膳，一定要睇元代宮廷飲食經典《飲膳正要》，裏面清楚記載咗一道玉豆蔻粥，
專治心腹冷痛同泄瀉，係古人智慧嘅結晶。材料：玉豆蔻仁1顆，上等粳米約150克，清水適量。首先，要將玉豆蔻仁搗成細末，等佢嘅藥性同香氣更容易喺煮粥嘅時候釋放出嚟。粳米用清水輕輕塗洗，去除塵埃，保留米香。跟住，將玉豆蔻末同淘好嘅米一齊落鍋，注入清泉活水，用文火慢煮。呢個時候最需要耐心，用文火慢慢熬煮，等玉豆蔻嘅溫性同粳米嘅甘味徹底融合。期間要不時攪動，令粥水交融，口感綿滑。煮到米粒開花，粥湯稠滑，飄出陣陣豆蔻特有嘅暖香，就係火候剛好嘅時候。熄火之後，蓋反實個蓋，讓餘溫再焗一陣，味道會更加醇和。功效：溫中行氣，澀腸止瀉，用於脾胃虛寒所致的脘腹冷痛，食少嘔吐，久瀉不止。禁忌：此粥性溫，濕熱瀉痢，胃熱疼痛者忌服。藥膳僅供輔助調理，症狀持續請諮詢中醫師。同學仔未完㗎，繼續話你知。要認識玉豆蔻，就要從頭到腳睇真佢。呢棵就係玉豆蔻樹，一種四季常青嘅熱帶喬木。睇下啲葉又厚又光滑，好似皮革咁，呢個係玉豆蔻葉嘅特徵。喺產地，人們有時會用新鮮嘅葉來包裹食物燒烤，增添香氣。玉豆蔻開花好靚，係一束束淡黃色嘅花穗，香氣清幽。乾隆皇帝就曾經寫詩讚美過佢嘅花，話靚到令人忘記咗佢係藥材。結果之後，初期係青色，成熟就會變成黃色，好似個小梨。呢層厚厚嘅黃色果肉雖然唔常用，但都含有香氣。切開睇，先見到精髓，裏面深褐色有龜裂紋嘅核，就係我哋所用嘅玉豆蔻。包裹住佢嘅紅色網狀外衣更加珍貴，叫玉豆蔻衣，香氣更清雅高級。呢粒種仁先係藥用同調味嘅主角，表面嘅網狀花紋好似大腦溝回，係佢嘅身份證。為咗防蟲同保持品質，藥商通常會裹上一層薄薄的石灰粉。呢層紅色假種皮曬乾後就係名貴嘅玉豆蔻衣，又叫玉果花。因為採集難、產量少，佢嘅價格比玉豆蔻仁更貴，常用於頂級香水、西點同精緻菜肴，提煉出獨一無二嘅清甜香氣。除咗揮發油，種仁裏面仲有大量脂肪油，可以提煉出玉豆蔻脂。古人會用佢來製作藥膏、香脂或者高級蠟燭，真正做到物盡其用，毫無浪費。生嘅玉豆蔻含有較多油脂，藥性偏燥，滑腸，所以入藥前通常會用皮煨炒或者用麵粉裹住烘烤。經過煨製，可以減低燥性同油膩感，增強佢溫中固結、止瀉嘅核心功效。點樣分辨真假？記住3點：一聞，真品香氣濃烈持久；二看，表面網狀溝紋一定要深、要清晰、要均勻；三掂，質地堅實沉重。如果聞起嚟冇乜味，紋理模糊或者好輕，就好可能係假貨啦。現代科學證實，玉豆蔻止瀉的有效成分玉豆蔻醚，都正是它過量會傷身的毒性來源。這解釋了為何古人用藥時始終強調適量。
記住，玉豆蔻食藥兩用，但過量即毒。古籍話佢性平，係話對症適量使用好安全，但現代已知一次食超過5克，約2粒裏面嘅玉豆蔻醚就會引發中毒，導致心悸幻覺。所以調味只用1粒，藥用必遵醫囑，孕婦小兒勿用。記得服用任何中藥之前，最好先問過你中醫師。如果鍾意呢一期視頻，唔該一定要點讚、訂閱、開啟小鈴鐺，係留言區話俾我知，你仲想知邊一樣記中草藥故事。